細路走裏邊啦，走裏邊啦，係咯。哦喂，我去象山，take care。這一天你聽我的，我聽你的，每每心情。來盡快說明。每種心情，別人看滿天星辰。你可以多熱鬧，我繼續數下，共我貼着吧，我變了心。呢個黑白也要做對話，我覺得嘛緊要。我的那何簡單。1 2 3 4 5 啲快㗎。跟呢個 tempo 5 4 3 1 2 3升升先，先白鴿最後5 4 3 1 2 3 4推咗出去先3，最後先變5翻嚟推出去。係5 4 3 1 2哎喎，2推出去。同埋嘅，好快啲。1 2 3 4好快，5 6 7 8 2 3 4 5 6 7 8 1 2 3 4 6 7 8 and 1 2 3 4Have movement. Very good. 這一天不停嘅，這一天你聽我的，我聽你的，每種心情，兩個一齊。你可以翻南，我繼續掃黑。到我緊貼着吧，忘記了爭拗。分過黑白也要用，而你仿似猛火，亦能共舞。兩位。是快感。就英文㗎。喂，什麼你看？Martin 哥哥新加我哋公司，所以我都再同呢個節目合作。作為英皇嘅新人咧，我就覺得今日幾好玩嘅。最好玩嘅地方咧，就係我哋拍隻快歌啦。咁你都知我就個人唔多快㗎啦，快得，但係唔多跳去配合嗰個快㗎啦。咁呢一歌裏邊咧都有其他英國歌手啦，譬如有阿祖兒啊，有陳偉霆啊，咁佢跳得好好嘅。咁我就係負責棟篤唱㗎咯。咁本來咧就覺得好孤單嘅，咁後尾就原來發覺有另外一位棟篤唱嘅同事就霆鋒，咁我哋兩個好夾。同霆鋒嗰種大家企喺度唔使點喐棟篤唱嘅火花係有嘅，即係估唔到平時我係同拉姑食飯比較多，同霆鋒嘅火花點知都係第一次。第一次同泰國導演合作，咁語言冇問題啊，大家都係用我係帶有中文色彩嘅英文，佢係帶有泰國色彩嘅英文，大家溝通同埋交談嘅。咁
咁冇問題。況且我今日晏晝咧已經食咗一個泰式青咖喱絲過嚟，所以絕對配合到今日嘅環境同埋情況。6, 7, 8 and 1, 2, 3, 4. 李克勤因為呢次並冇指定舞步，所以克勤同霆鋒喺拍攝時都選擇跟住音樂節拍簡單擺動，最緊要夠挫就得啦。你都知我就個人唔多快㗎啦，唔係快得，但係唔多跳去配合我個快㗎啦。咁我就係負責棟篤唱㗎咯。咁我本來咧就覺得好孤單嘅，咁後尾就原來發覺有另外一位棟篤唱嘅同事就係霆鋒，咁我哋兩個好夾。即係估唔到平時我係同拉姑食飯比較多，同霆鋒攞翻今次都係第一次。克勤哥哥新加入我哋公司，所以我都期待同呢個前輩合作。再加上好少咁多咁團結嘅歌手走埋一齊，所以其實每次咁樣咧，即係我唔計自己在內啦，我唔係一個好活躍嘅歌手，我見到佢哋咁樣咧，其實我好戥佢高興。因为这一次并没有指定舞步，所以克勤和霆锋在拍摄时都选择跟着音乐节拍，简单摆动。最重要的就是够有型就可以啦。我觉得今天首先非常高兴，因为有这个机会跟一大帮人一起去拍，一起去玩一首歌，然后再拍一个 MV。唯一就是因为是一首快歌，那我就属于那种不是跳得很厉害的，所以我本来就觉得。我以为跳的部分是交给祖儿或者是 William 去做，后来就发现原来我们这些老人家都需要跳一点点的，那难题就来了。开始的时候有一点不太习惯，后来我发现跟我同类的有另一位我们公司里面的同事歌手都跟我差不多，他是霆锋，所以我们两个人是非常配合。跟克勤哥哥，他是新加入咱们公司的，也是期待跟这个前辈合作的。特别是现在香港乐坛，我觉得比较少，像这样让很多歌手走在一起的一些 project、一些歌曲、一些活动，所以我不把自己算在内了，因为我是一个比较不活跃的歌手，但是我看到他们这样走在一起，凝聚力量，我觉得是一件很好的事情。